唔知你有冇遇過啲咁嘅情況，就係一幅畫喺線稿狀態下睇上去都唔錯嘅，但係當你上色之後，顏色變多咗，畫面就開始有啲失控，到最後甚至崩壞。點解會咁樣嘅呢？好可能係因為你用色太多，又或者主色同輔助色嘅比例唔啱，令到畫面失焦，最後削弱咗原本想要表達嘅情緒。咁應該要點樣做會比較好啲呢？網路上有好多關於配色嘅方法，譬如相似色配色法、互補色配色法、三等份配色法等等。呢啲方法你都可以試下。但係如果你同我一樣唔想記咁多配色法則，想要靠實戰同埋觀察嚟達到理想嘅效果嘅話，話唔定今日呢條片可以幫到你。有一類作品經常會引起我嘅注意嘅，就係一啲用色唔多嘅作品，譬如用2-3隻色就能夠表達到成幅作品嘅情緒或者氛圍。而根據我嘅觀察，想要做到類似嘅效果呢，首先第一步好重要嘅就係你要清楚知道你幅畫想要表達乜嘢感覺，接下嚟呢，再為呢個感覺去揀一隻主色，而呢隻主色呢會佔畫面好大嘅一部分嘅，咁其他部分呢就會透過輔助色嚟呈現。咁當然啦，畫面上其他嘅元素，譬如構圖或者造型，其實都好影響到嗰個感覺嘅傳達嘅。咁但係呢，今日呢就先分享我對配色嘅一啲心得，日後有機會嘅話呢，再同大家分享埋其他有關嘅畫畫知識。好，接下嚟呢，我會用自己嘅作品呢嚟進一步去講解嘅。呢一幅就係我最近畫嘅作品。之所以創作呢一幅作品呢，就係因為之前我去咗葡萄牙 Porto 旅行啦，入咗一間好 local 嘅咖啡店，而呢位咖啡店嘅老闆呢，服務相當之好嘅。咁好成點呢？我會覺得佢嘅服務係好有儀式感，即使佢係一個好 local 嘅咖啡店，都有一種好似高級西餐廳嘅服務嘅態度俾到你。所以我翻咗嚟之後呢，就花咗啲時間畫咗呢一幅作品，同埋呢，我亦都將呢段體驗呢寫一篇遊記。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呢，可以點擊資訊欄嘅連結去睇一睇啦。好，講翻我呢幅作品先。咁而家大家睇到嘅呢，就已經係個完成嘅作品啦。所以我要翻去 Step 1草圖嘅狀態先。前面提到配色嘅第一步就係你要知道自己想要透過畫面傳達乜嘢感覺俾人。咁我呢幅作品呢，想要傳達嘅感覺呢，就係一種溫暖嘅感受啦。所以下一步我就要根據溫暖呢個關鍵字去揾一隻主色俾佢。一般嚟講呢，人對於溫暖嘅認知呢，通常都係紅色、黃色、橙色等等啦。咁所以我呢幅作品呢，就揀咗隻橙紅色俾佢。咁叫得做主色啦，當然就要佔據畫面最大比例嘅顏色啦。所以呢，我呢幅畫嘅背景咧就用咗呢隻橙色為主，接下嚟咧就要再揾多隻輔助色同佢做搭配。由於我成個背景咧都係橙色，睇上去咧其實已經好溫暖噶啦，甚至有種溫暖到發熱嘅地步。所以喺呢度咧，輔助色最好能夠幫到橙色做一個弱化嘅動作。咁應該要點樣揾呢個輔助色呢？接下嚟我會介紹2個方法嘅。首先第一個方法咧就係同色系深淺法，主要係調整主色嘅明暗度嚟揾出輔助色。具體喺 Photoshop 上面點樣執行呢？好簡單，首先咧我哋用 Eyedropper Tool 去吸取背景嘅顏色啦，然後再用 Brush Tool 去喺空白地方咧上一個色，之後再打開 Color 嘅面板，你可以喺 Window 裏面揾翻 Color 呢個功能出嚟。打開之後，click 右上角嘅選單 icon， 然後揀選 Left Sliders。好，呢度你會見到有3條 bar 嘅，分別係 L、A、B。下低嗰2條 A、B bar 咧，暫時唔會喐到住，主要係喐上面嗰條 L bar 先。咁透過佢咧去改變明暗度。咁你見到啦，拉向左邊咧，隻橙色就會變暗咗嘅；拉向右邊咧就會變得光啲。咁呢個就係所謂使用明度去揾深淺色嘅方法。譬如我而家隻橙色，我首先會揾一隻淺色俾佢先，咁我就往右邊拉到最盡，咁就會得到一個淺橙黃色。然後將個三角形往相反方向拉嘅話咧，就會得到一個深橙啡色。下一步就係將呢2隻色咧配翻入去畫面度睇一睇個效果。好，首先我就選擇呢個淺橙黃色去作為2個人物衣服上面顏色。點解係選擇衣服而唔係其他元素呢？其實背後我係根據一個叫做60-30-10嘅配色法則嚟上色嘅。咩意思呢？就係主色佔據畫面嘅60%，輔助色佔據畫面嘅30%。剩低嘅10% 就係點綴顏色。咁當然啦，呢個比例只不過係參考方向啦，唔需要太過精準嘅，但係佢有差唔多嘅感覺出嚟就 OK 噶啦。而作為佔比30% 嘅輔助色嚟講呢，我面前有2隻色，分別係淺橙黃色同埋深橙啡色。咁究竟揀邊隻色會比較好啲呢？咁就要睇翻我嘅目的啦。我嘅目的咧就係要中和橙色嘅力量，而淺橙黃色咧係一個偏中性嘅顏色，佢能夠做到我想要嘅效果。同埋畫面中人物嘅衣服佔比比較大，
所以我就會先上衣服顏色，而唔係其他嘅元素。好，畫完衣服之後呢，我就用深橙啡色去作為兩個人物條褲嘅顏色。嚟到呢度，人物嘅膚色咧係仲未有嘅，因為暫時仲未諗到用咩顏色嚟代表。如果我用翻一隻淺米白色嘅話咧，好可能會同件衫咧差唔多顏色，做唔到區別。咁喺呢個情況下咧，我就先 hold 住先，唔好做住。接下嚟咧，我再介紹埋第二個揾輔助色嘅方法。第二個方法就係對比色法。首先我會按住鍵盤上面嘅 Command J 複製多一份草圖出嚟，然後將佢移到旁邊，選用 Eyedropper Tool 吸取背景嘅橙色，去到 Color 面板嗰度 ，click 右上角嘅選單 icon， 選擇 Color Wheel。咁你會睇到咧，呢度有兩個圖形嘅，分別係一個圓圈同埋一個三角形。圓圈代表色相，三角形上下位置代表明暗，左右位置代表飽和度。好，理解完 Color Wheel 係代表乜嘢之後咧，我哋就開始揾隻輔助色啦。首先第一步咧就係揾出橙色嘅對比色。咁話得明對比啦，咁當然就係佢嘅對面嗰隻色啦。咁橙色嘅對面嘅顏色咧就係藍色。但係問題係藍色裏面都有好多種顏色嘅喎，咁究竟揀邊一隻顏色會比較好啲呢？咁其實揀選嘅原則咧，同頭先一樣，就係先從深淺色着手。所以咧，我會先揀選一個淺藍色，然後再揀一隻深藍色，最後咧就係將原來嗰兩隻色咧替換咗佢。好，就咁睇咧，淺藍色作為輔助色嚟講咧，的確咧係可以做到層次感出嚟嘅。但係呢隻淺藍色咧有一種過於安靜同埋冰冷嘅感覺，唔係我要嘅方向。另外嗰隻深藍色咧，同旁邊嗰隻深橙啡色嚟比較之下咧，我個人比較中意深橙啡色多啲，所以咧我就會再進一步調整目前嘅配色，按住 Command J 複製多一份草圖出嚟，然後選擇隻淺藍色，再使用快捷鍵 Command U 開啟色相同埋飽和度呢個功能出嚟。呢度你會睇到有三條巴啦，第一條巴係色相，第二條係飽和度，第三條係明暗。由於我唔係咁滿意隻淺藍色，所以首先第一步我會調整第一條巴色相先，我會將個三角形移向左邊綠色區域呢一度，然後再根據實際情況去調整下飽和度同埋明暗度。好，搞掂之後咧，我就會將隻深橙啡色咧套上去草圖度睇一睇個效果。目前嚟講咧，睇上去都唔錯嘅。咁下一步咧就係揾翻隻皮膚色俾佢。皮膚嘅顏色咧，我就會用主色嘅橙色去做調配嘅。我會喺 Color 嘅面板嗰度將 S 嗰條巴嘅三角形移向左邊，咁隻色嘅飽和度咧就會變低咗，相對嚟講咧佢就會變淺色咗。然後將隻色填翻上去草圖上面睇睇個效果。好，而家面前呢度咧有三組顏色嘅，相比較之下咧，我就比較中意第三組配色多啲。接下嚟咧，我就會根據呢個配色方向咧去完成我呢幅作品啦。咁當然啦，喺執行嘅過程裏面咧，總會有一啲新嘅 ideas 出現嘅，咁就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咧，再微調一啲顏色。譬如你而家睇一睇我張完成圖先，咁你會見到咧配色嘅方向咧，基本上係差唔多，但係有啲位咧做咗微調嘅。譬如背景嗰隻橙色啦，我分開咗兩 part 嚟處理。第一 part 咧就係地板嘅橙色，係會比較光啲嘅；第二 part 咧就係咖啡店環境嘅橙色，係會比較暗啲嘅。咁樣做咧就可以令到幅畫咧睇上去層次感豐富啲。好，第二個調整嘅位咧就係人物條褲嘅顏色。原本我諗住咧用深橙啡色咧去上色嘅，但係喺實際畫嘅時候咧，我就會覺得深綠色咧睇上去會更加好，所以咧最後我就改為深綠色為主。以上咧就係我配色嘅方法啦。咁回顧翻我創作嘅目的先，我係希望用最少嘅顏色嚟表達出我想要嘅感覺。咁而家畫面上面睇到嘅顏色咧，不外乎就係橙色系同埋綠色系嘅顏色，咁都算叫做符合我嘅要求嘅。咁至於我想要傳達溫暖嘅感覺，唔知大家有 feel 唔 feel 到啦？歡迎大家留言話我知啊。好，接下嚟咧，我想分享埋喺畫呢幅畫嘅時候咧，用咗邊啲筆刷嘅。咁譬如好似呢一種睇上去好似毛筆效果嘅線條，又或者好似地板上面嗰啲斑點，呢啲效果究竟係用邊幾支筆刷嚟做出嚟嘅？另外我都想講下我嘅上色嘅方法，譬如好似人物條褲咁樣，裏面嗰種層次感，好似水彩效果嘅感覺，我係點樣做出嚟嘅？同埋呢幅畫嘅紙張紋理感，我係用咗邊張 texture 嚟做出嚟嘅？以上嘅內容咧，我就會放翻喺我嘅 Patreon 付費會員區嗰度。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可以加入我嘅 Patreon，成為會員之後咧，你就可以睇到更多有關插畫創作嘅內容噶啦。咁今日嘅分享咧就先到呢度啦。如果大家有乜嘢問題都可以留言話我知。咁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